你知唔知道 Apple iOS 26終於要更新 AI 功能啦？呢家就介紹下重點更新功能啦。首先係來電篩選功能，電話語音可以自動轉文字，當 AI 分析到係推銷電話就可以直接 block。不過廣東話得唔得就要實測試下先知啦。跟住呢係即時翻譯，電話 FaceTime Messages 講完即刻幫你譯好晒，溝通再唔驚有障礙。最正係Apple Intelligence 第三方 App 都用得嘅，即係你可以將你嘅工作流程完全客製化仲可以截圖問問題加日曆等等。跟住係 Genmoji 同埋 Image Playground 嘅功能，你可以自己設計專屬嘅表情符號，同埋用 AI 嚟生成個人頭像圖片。最後係 Visual Intelligence 功能，可以喺 iPhone 螢幕上面見到嘅嘢，無論係物件定係文字。截圖之後即刻可以查資料、問問題，甚至直接加落日曆、工作管理資料收集啦，都變得超級高效啊！如果想睇更多 iOS 26新功能，